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嘅》，我係吳依容。一下時推嗰邊人夾好，對於個後生嘅人來講，怕佢難想象5、6年推嘅客家莊，係用嚟嘅成分，用嚟嘅環境，唔做得看書嗬。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呢，一路出版嘅第3本書，叫做《苦楝樹下嘅寫阿妹嘅》，作者係 PP Bear 楊俊雄，歡迎 PP Bear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對樂隊歌書來嘅 PP Bear。歡迎 PP Bear 又來到我哋嘅節目嗬，一擺咁樣又出版嘅書哦，唔過係係咁樣，一開始啊，先同大家說明一下，儂我有按貼嘅名嘅，都 PP Bear 好冇 PP Bear 嘅其實都係胡倫沙嘅英文名 PP Bear，Past President Bear，就是前社長嘅意思啊。後來大家就按嚟，都係我 PP Bear，PP。我嘅筆名錄都 PP Bear，所以嚟筆名錄就 PP Bear。一本出版，一擺係第3本書嘅。第3本。其實唔算寫去講嘅嗬，第一本係2019年，再見金門。第二本係2021年，前門年。第3本其實唔算寫個夾嘅哦，去夾哦。5年出3本啦。5年，你係咁樣見，時間過多嘅。其實輕巧嚟寫。一擺儂我寫一本苦楝樹下嘅寫阿妹嘅，佢想我寫嘅動機係乜嘅？其實我多嚟時段我嗰陣對面講，我見啲成分同以前嘅成分樣貌相同。見啲成分呢，我感覺乜嘢都有嘅，物質生活乜嘢都有，但是呢，總是有感覺講欠缺一種唔掂乜嘅東西。頭擺呢，頭擺其實我生活冇好，環境也冇好，但是呢，過啊佢踏實，佢快樂，所以我都咁樣比較起來，我想將嗰種嘅快樂，嗰種嘅單純，佢潛進來，所以我寫了本書。確實嗬，如果係我哋可能年紀越來越大，如果講我講，頭擺嘅童年呢，單純會很值得懷念。唔想我寫嘅時間，唔會去問講，而家嘅主題係乜嘅冇？唔會想我嘅晚些時間按多嘅事情，梗係要寫哪一條？所以我都佢創業嘅大問題啦，因為我啲成員佢創，多帶要寫哪一段，最後所以我分幾下段啦，要閒些時間都出社，都讀書，讀書以後。當然作品我寫一本，我體育要寫一本，嗰個體育畢業以後上班多見，咁我嚟一個接下來，所以都重要都嚟判。儂我係苦楝樹咯，苦楝樹上下按讀書嘅。苦楝樹都最好嘅樹。我嘅時節苦楝樹伊佢講，伊春天開花，藍色淡紫色，有一點清香。佢你記得過一拍一拍，像葡萄安尼，過細粒。但是呢，佢講食唔得，很細咁樣摘好嚟是佢苦唔甘食。糖佢佢有毒，佢果實有毒。結果調味調味佢愛食啦，佢調味比較多嚟食咧，都比較。所以呢，調味比較多嚟就標我多嚟。都上一棵一條苦楝樹，所以頭擺田橋方都冇苦楝樹，但是野外牛埔方開多苦楝樹。PP Bear 係寫來呀，儂苦楝樹下嘅寫阿妹嘅咯，儂唔係寫來嘅咯。佢寫阿妹其實都係本書嘅重點靈魂人物一對頭多面都有出現。其實呢，一開始。我以前閒些時有一首歌叫做阿牛妹，阿牛妹嚟首童謠我大家都會唱，閒些大家都會唱，阿爸阿媽攏教人唱。啱啲呢。特別就一首叫做阿牛妹，等下我有時間唱本堂。我也唱嘛。等下，你用嚟唱。唔講也嘅係嘅重要嘅人物，係因為唔明到頭擺也嘅童謠啲歌有安尼嘅人。故說唔提問你一隻故事係咪？因為如果重要，因為那阿牛妹成日呢，很些時間都適應在我腦海裡面。有的樣有阿牛妹，
啊，所以呢，其实伊都迄个客家精神的传承传承啦。所以呢，我那本书一开始的时节有阿牛妹童谣出现，我最尾的结束我係阿牛妹，因為咧對頭多面已經經過60多年咧，60多年的時間呢，哦，多面出現那種嘅客家精神的傳承啦、傳承啦，最主要是安尼結構都安尼。亞本書底背雖然人講，嗰度係566年代500時節發生嘅事情，不過冇算係自傳吼。應該唔係自傳啦。唔係吼。都有都係經過一啲經驗啦。有啲都係虛構出來的。那我想講，我有真實的經歷，我有虛構的部分，唔係完全瞎講，完全都係真實發生的就好誒。因為太真實太真實不會沒有吸引人家繼續讀的那種慾望啦。從看電影嘛咁樣，所以那本書，我本人有感覺講有點期待，要有一些比較虛構的東西，讓人家期待夢幻的東西在裡面。你要過上癮來看啦。咁唔套嘅故事有差唔多哪一條？盡睇下順便下。其實我那本書裡邊有12種。每一種都有故事，都有發生的故事，裡邊有幾精彩發生的事情啦。我印象當中啊，嘅童年，因為我有看嘅，有嗰度教嘅東西啊，嗬。當然人一批就冇教，冇睇教嘅。唔過我感覺哇，嗰前面哦，也頭髮教嘅東西啊，用吊怪啊，嗬。種我還有印象就係我萬歲嘅時節，嗰種有一擺，我有看到我嘅親戚係吃怪嘅，我媽媽有煮過湯，我唔講食，然後講哦，食起來嗰種雞肉啊，然後講，剛才都食雞肉就好咗嘛，怪嘅，係，不過家下我萬歲係印象就係怪嘅，其實係佢重要嘅一種肉嘅來源咧，嗬。其實怪同蛤蟆冇相同。怪分嗰度種哦，有怪蛤蟆，有拖個辣怪，所以各種青蛙都冇相同哦。像怪人講普通嘅怪都細隻嘅，佢食唔得，唔食得應該學咗蛤蟆。蛤蟆，像見我不是到嘅田雞，人講嘅田雞，叫做蛤蟆。叫蛤蟆，唔係一般講怪嘅。怪過細隻蛤蟆。cái đồ蛤蟆、thái蛤蟆ăn thái giặc, nên nhục trong kế nhục用嘅，所以你講田雞，田都嘅雞啊，田雞。嗰種雞團經歷就係萬歲印象過深嘅。過深，以前都韓式都去釣蛤蟆，因為釣蛤蟆唔釣到嘅吼，一個釣一年一出釣，刮風落太陽春日頭啲人釣，釣到都怪歡喜怪快樂，唔釣一多，我卡都有飽餐一頓。甚至多嘅就是拿去市場賣，佢充市啊，因為佢市面上佢少啊，因為嗰種佢好食。因為俾人寫嘅童年的記憶佢詳細呢，就會看嚟就會想講，你係記載佢好行，因為萬歲有嗰度事情係唔記得嘅，你係本來記載就佢好行，係講萬歲就有睇上年記啊的。佢當然懵嚟啦，嗱寫3本書，人記載當好，其實我韓式冇寫日記呢，嗰當然老到我寫日記記下來，其實唔係。記得開始寫日記都看一部電影，我攞小學3年生嘅時候看，我攞李潤湖的日記，你睇過冇？韓國片。冇。嗰時間我看台灣片、國語片，冇都日本片，完全冇韓國片。嗰都我看咗第一部韓國片，嚟內容都寫講李潤湖。演不較快，但是呢，伊會寫日記，有一日呢，日記本人拿去出版，伊都衝到嗰度版會啊，人哋成法都改善嘅，成法改好嘅，所以呢，嗰部電影影響到幾多學生呢，大家就可以寫日記。我記得嘛，就開始寫日記呢，但是寫日記要有慈心，毅力恆心啦，我寫都斷斷續續啦，所以都安尼。家下係國小係咪？國小3年生開始。如果寫一段時間。寫。嗰種整日就會記載好呢，記載好，其實我媽唔點係記載唔好，
我都喺出版《再见金门》以后，我对伊讲，用金门的用上面的用写出一本书啊，记得很多东西。我开始咪有样哦，我用我記得很多，我慢慢地，有樣我記出來，唔會啦。哦，嗰種唔係我寫晚些時節嘅事情嘅時候，你就想講，乜嘅係對我印象過深嘅，影響我過多嘅，嗰種我就提寫下來。行係唔會講我講，一個故事係真上癮嘅，唔家下寫，我講我講，我係寫本設計嗰度，係寫本分享本大家嗰度。其實啊。我寫3本書有3種過程。我第一本完全都寫本切格看啦。因為我冇考慮到讀者，我都感覺我寫好了，因為我把當時嘅時空背景、現況記錄下來。因為佢係從再見金門都單打雙不打嘅時間，我記錄下來，留下歷史，所以我都按你咁一寫一寫。所以比較主觀。第一本書我都寫去台北金三角，因為嗰段歷史啊，我感覺講，那段歷史啊一定要留下來。俺去把台北金三角，然後去看那些孤軍，去幫助他們，我要把它寫下來。第3本書我感覺，因為有前2本的經驗嘅，所以我慢慢地講，讀者喜歡什麼，我老實講，有點偏向。開始有轉型就有把讀者放心裡啊。對，會有這樣子是。嗰種我看到窗頭都有講到講，也都唔係從前2本，完全係自己嘅經歷。佢有感想提寫出來。PB 會講，也睇3本書嘅時間，都有自己嘅經歷，沒有一些魔幻寫實創作嘅部分。像到一開始講到嘅阿牛妹，雖然係類似晚些時節創嘅客家嘅歌嘅，不過呢，其實有幾多個奇妙嘅寫出來嘅故事，我哋第二下聽過繼續請 PB 同我哋分享。歡迎到咗來福喜來嘅現場，今日我哋邀請到嘅係作家 PB Bear，伊出版嘅第3本書《苦練樹下嘅細阿妹》嘅，都有講到嗬，儂話係苦練樹，儂話係細阿妹嘅嗬，因為明明就係細來寫嘅嗬，都 PB Bear 沒有講到，但係有創嘅阿牛妹，就係一個細阿妹嘅，佢有代表性嘅，唔係對一個阿牛妹延伸嗬，有創作一個。魔幻寫實嘅故事，唔同佢講到嘅歌謠啊，我來唱一下俾人哋聽喎。好啊，來唱。阿牛妹買快菜，買呀獨木菜，做鬼農布台，本叫伊派。阿牛妹呀阿牛妹，唔莫個在獨木菜，夾去買快菜，買係嚟。菜園含有1口甜的快菜。我還記得呢，好呀，50年前他以為哦，60年前。還記得，嗰童謠就係有安用嘅魅力呢，吼。係細個讀童謠呢，跟總頭就關於讀童謠，所以我客話多講冇多講都熟悉嘅。也咪係我寫個重要原因吼。唔對呀，個阿牛妹延伸出嘅乜嘅故事？對阿牛妹佢多，因為伊都代表咗客家文化、客家精神啦，所以伊一出現我希望講客家每人有每人一個構想。有啲人問我出版那本書以後，覺得人們講苦練樹腳下阿牛妹到底係乜人啦？其實每個人想都冇相同。嘅阿牛妹都一個象徵，可能唔係真實的一個人。有人講，咁樣再見金門裡邊秋月，你知道，咁樣尋夢園裡面的小戴，咁樣慢人，咁樣你初戀的情人，可以懂咩？但是你看完這本書，看完那本書以後，你自己深度會有啲
想法、我们面法。像头头 PPT 有讲到吼，就是福连书牛埔的嗰度啊，有阿牛妹，有用热量的结合吼，有写出一啲喺牛埔的独到的故事，那我有安尼的想法。来谈吼，一半是真实的哦，一半是真实的哦，因为我谈些都会听下歌去钓下埋，啊，伊都一样带俺去牛埔湖钓下埋，啊，当然呢，这段故事是虚构的啦，哦，虚构，但是虽然是虚构，但是阿牛妹出现了，因为我从小记忆里面的阿牛妹就在那个地方就出现了，她是一个很可爱、很美丽的女孩子，然后就这样在里面相遇。啊，也係表示唔想去同阿牛妹有一啲象征，係咪？对，我就是想跟她接触啦，想探索这个人，也等于是探索客家，探索这个文化的意境。那我想講，我喺牛埔嘅喏，安貼佢啲場景咯。因为牛埔对俺来讲都个神秘的地方嘛，你讲有鬼有怪的那些故事够贴片了，够神奇，比较梦幻，比较魔幻。所以呢，我经过一段时间，慢慢的把它构思出来。也个迄些我印象当中，你拍迄地波清，假使一個魔幻寫實吼，係清導嘅部分吼。開導係。就講也唔啲真係發生過嘅冇吼。像夢境一樣的，像夢本夢樣嘅。除咗一個童年嘅部分啊，一本書地波還有嗰度係唔寫到阿爸嘅部分。錯。吼，你嘅印象當中阿爸係用哪一年？阿爸個貼片啦，伊個環境背景也特別有寫，最主要呢，我感覺伊都生不逢時，伊文武雙全，文也會，武也會，文呢伊會寫詩詞，會畫圖，會各種嘅樂器伊攏曉。伊個即個好個？伊學嘅，伊學，因為阿爸很少人嘅家庭，我有好嘅家庭，很少都送去私塾，伊還會學打拳呢，伊會打拳，又會做步推，多米有鋼鐵，鋼鐵唔係伊嘅拿手嘅，所以天龍鋼鐵嘅時間，人中跟着，伊都彈人中跟着，人中螺旋，伊彈人中螺旋，結果跟着中國叫紅彩來就多槍，螺旋嘛，迄螺旋好假時隻中螺旋發出來一些。家私都冇人落嘅咧，所以我佢阿爸做農戶，唔是充過錢啦。咁而咩做步推戲嚇？做步推戲，我都講，伊學步推戲佢神奇嘅所在，阿爸嘛客家人咯，伊態度管客家強，結果伊學好路嘅步推戲，講好路嘅，所以我慢慢唔出用平常時也冇講好路話呢。平常伊講客話，但是咧演步推伊都講好多話，佢神奇，伊都講佢都拍出來啊。步推伊用嘅首先咧，因為佢喺金剛戲開始，先至金剛戲啊，人講霹靂戲開始嘅。佢步推以前伊做嘅都過西神啦，過西神嘅步推，掌中戲，傳統嘅掌中戲。未響咧，佢步推一批兩批，睇頭能安睇咧，為迄都冇想到變樣，所以伊嘅市場都冇人可能啊。嗰時候去鋼鐵，都數起來。嗰時候唔成個，都數地波寫嗰度吼，冇主頭度嘅阿爸，成個都係阿爸，係一團佢起碼都係唔見太嘅，然後有一擺係同阿爸寫神，吼，我有安尼嘅一團經歷咯。佢未響嘅吼，伊愛鬼故事，愛故事人嘛，俺擺落禮拜咧鬼故事，鬼嘢看到伊講先唔落。我都帶阿爸阿妹來從工，因為我喺那就從工喺宿舍宿生，結果呢，醫生講2、3年要平房，就暫時喺那捱不卡，結果部，母頭就嗌只都講講，唔跟阿爸寫信啊，我嚇一下，用嗌跟阿爸寫信咯，伊講，你過好期唔可能唔是跟阿爸寫嗰信。
我讲嘿，我就按都跟阿爸说信。说信的过程中，我碰到阿爸的身体的时阵，手夹夹伊啊，手像像一个骨，身体，我看到冇就要跌下来，我感觉讲，做人的来，讲冇照顾到自己的阿爸，我嗰種感覺。同阿爸嘅感情就唔對步退戲安尼嘅影響未過深咧，嗬？你係咪自家係有好噶？其實步退戲因為阿爸以前做步退戲嘛，所以我很細都教步退戲都睇啊。因為我有當有啲長褲嗬，伊講緊啲步退戲弄咩啊？我同阿老睇我條大佢哋看，所以我很細都演步退戲啊，都兩個人演。都冇觀眾，兩個人會打落，我都演，很細都步退可以讀書50-60人哦，50步退哪個都有喎，所以我很細都教步退。嗰種有經歷過爸爸嗰種步退戲全盛期都衰落。其實阿爸演步退，我真看過伊擺演步退，都係結擺高速大橋落成嘅時陣咧，規鄉人咧去高速大橋嘅慶祝，阿爸都俾人請去。做步退戲嘛，都夜台戲啊！佢很細，佢可能4-5歲吧。阿爸都去腳踏車啲高速嘅，今日最多高速大橋，都開始演，自己好巴順都，夜台都演。我第一擺看阿爸做步退戲，就唱看幾擺，因為幾擺以後阿爸都受傷咧，伊都退休，都冇一個做嘅啦。唱看幾擺。嗰種係佢細嘅時節都冇做嘅，都冇做嘅。唔過凡係步退戲嘅人講嘅都係人嘅玩具，露台嘅玩具。所以我對嚟步退戲有感情啊。嗰種就算爸爸數書嘅冇做步退戲，幾條人講嘅係睇到卡。睇到卡。能繼續教。都有一些幫阿咪買起嚟。嗰個伊機械上面放我自己嘛，放倉庫啊，我上重嘅呀，我煮起啦，所以原來特別原來收購古典的東西，阿咪都嚟買起嚟，我哋被收購了。唔過唔係咪睇嘢係要去學做步退戲係咪？嚟我分享嗬，其實我幾年前差唔多5-6年前，做步退戲，有做過步退戲。第一擺步退戲都係我去國立高雄大學的 EMBA，企管行銷的課程哦，我規班分組上去表演，或者是你要唱歌跳舞什麼都可以，或者演話劇什麼都。結果我們那個組吼對人講，我哋做步退戲好冇安尼啊？要騙人講嘅。做步退戲，我成員都 check 一下，做步退戲。我同唔係講我有人都，好啊，就做步退戲。我講好，然後年端就要做步退戲哦，好，我要數接步退戲，因為後來我要錄講哦，買嗰種細粒嘅步退戲啊，1200，3班用2500嘅啊，嘅步退戲，我數接120成，看我真係好卡，我都講好，我要步退戲，我嚟數接嘅編嘅歌曲，什麼我都可以，我可以幫。結果他講好，俺兩個人都開始。結伴俺第一擺演步退戲，係俺咧學教演。然後以後呢，我先生私底下跟我講，Bill，你成績是最高嘅，你剛才打90分。我所有幾擺機會真正去做，幾感覺很樣，幾係第一擺嘛。第一擺。他也替代很正式這樣嚟做步退戲。因為我感覺講，我想了解阿爸以前做步退戲，伊到底是做步退戲心情形容，伊個過程形容，我想要經過一次。在準備嘅過程中，我慢慢嚟，原來步退戲冇咁簡單。有人要練7種上8種上呢？男女嘛，老中青嘛，上音都冇相同咧，6、7種上咧，就像安尼，黃俊雄步退，黃俊雄步退，伊都即個啲人講幾多種上，真係冇簡單。所以我聽到啲，原來做演步退冇簡單。佢奇妙嘅經歷咧，步退戲也嘅韓國童年也按到嘅記憶。就寫書啲背當然日本暑假是大家可能會發現講，
还有一点屯头前2本书，佢目前都係有同到嘅學霸，吼課語字咩鬼多哦。加下本書有特別讀到用你嘅困難喎，人哋了一下聽過繼續來參加 PP Bear。非常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婦聯書下嘅寫阿妹嘅一本書嘅作者 PP Bear， 講到幾多吼，也書啲杯5、6年代可能更加人幾多人唔知嘅吼，頭擺客家種嘅成分。啲本係講到依啲吼係戀愛，你幾難想象嘅頭擺故事聽過嘅老農係草流浪嘅，草流浪。哇！嘅流浪嘅唱題嘅相片我看到呢，唔正經還有見過，嘅流浪都係簡易版嘅纜車啦。簡易版纜車冇錯，凊彩蘇國嘅等等都掉空中都草流浪。嘿，唔家還有草到啊？有啊。我特別因為我國家是洗米莊，就規離嘅洗米莊，我妹還是都帶我去洗米莊，佢冇橋嘅，去過羅龍海、南龍溪。一天咧草流浪，因為佢流浪是規發，草流浪下來天要行幾度安尼沙嘅，個下邊個細條嘅河巴呢，都即個行過去，涉水過去，個太條一草牌，因為佢槍牌，草牌。家下一下逢片我食材，佢夾住多誒，哇條擺。係安尼咧，還有草流浪嘅창作牌安尼。交通站咪冇旁邊，以前冇橋嘅啊，今麥嘅橋都有嘅。係啊，嗰個哇，因為 PP Bear 看起來咩，雖然頭髮白白，可是其實看起來冇講依路，冇按多些，冇有見過安尼嘅立場咧吼。嘅生意片嘅文章啊，我感覺講哇。頭擺係安尼嘅成法，其實對個後生嘅人看，可能同差唔多40嘅人看咧，會感覺幾煩擾。個後生嘅人看咧，會感覺講頭擺係安尼嘅成法咯。還有嗰度就係人哋頭到無聊嘅時節打咗鼓講到嘅。也生意片唔清中意嘅係哪一片？其實我生意片係同饅頭有關係咪？饅頭吼，你係安尼總頭吼，佢特別咧。個特別啦，因為每啲總頭都睇不到有鹵饅頭，嘅時態，鹵饅頭呢都個睇面啊，大家都會講啦，鹵饅頭以前咧鹵饅頭係一樣咯，是會收保護費嘅種係用嚟嘅。啲鹵饅頭都會壞啊，會打人啊，會拿刀啊，以前大家看到刀都會講啊，因為插一支刀就熱風啊，佢係磨葱啊。然後拿刀出嚟偷都講啊，喺鹵饅頭都規則，有個插一支刀嘅，有意思冇事都讓佢本幹，所以大家都會講。你鹵饅頭行得多咧，大家都會講。鹵饅頭最多嘅時節都過年嘅時節，鹵饵頭全部會出來，因為過年嘅時節春前歸好機會。點講咧？因為俺家喺時節過年。3月年初，其實一講私營人啊，對年三就開始，都開始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，警察哋放假，老闆都冇警察哋冇嚟巡，都過自由，所以因那就在賭博，係頭擺賭博，都有3-6個月，有3-6咁樣多，嘅木頭啊，那度嘢有3-6個月，你砸3-6個月，砸起用點樣，要砸到麼？騎馬炮呀！我有印象，晚上有看到太陽係搞。騎馬炮甚至砸死嘅吼，結果像美國拉斯維加斯那個美國輪盤，美國輪盤咩32砸死啊，1到32啊，人哋12砸死，人36砸死，人12砸死嘛，但是賠率我們是1賠10嘛，人哋1賠30一樣，賠率一樣，所以。砸起都像美國的嗰種咧，安尼美式輪盤，
哦，啊，到尾佫深嘛，因为讲一年都抢去2-3日中介，啊，所以抢去办嘉年华会安尼。啊，其实唔单止唔容易，过年前一礼拜总头都开始闹热了，准备过年了。啊，准备面啦，糯米啦，用上糯米啦、米浆啦，啊，来做饭、做红饭、做甜饭、做薄饭。哦，大家早的无限。啊，在无限的过程中，就感觉过年的气味全部都出来了。啊，小孩子生日嘛，怪痛，因为过年过年吼，趁伊是唔得欠啊，是唔得打生日呀？对啊，所以生日最痛的都给有钱，有压岁钱，有钱好赚，所以吼，过年都是最怀念、最快乐的时间。哦，真紧呢，都爱万岁还有，唔清其他就会有会买新衫裤。新衫裤，呀哈，唔爱新菜就会买诶，所以咪头先讲啊，今麦嗰度优惠啊。就冇按正规，还头摆，我没限时。先是做2身上半爱同爱落门呢。啊，这个做啊。系啊，这个做呢。你每户卡都有彩虹茶啊，系啊。你布店卖衫裤来这个剪这个做啊。以前过读布店嘛。人家真嘅冇缺用。嗰時下下輪拍這個下嘅時間就過痛呢，嗬，去反映嘅頭擺嘅事情。不過還有一啲就係問，家有乜困難冇？因為一本書如果都會合法，咁愛同合法上嘅去愛通乜嘅事呀，就係咪係困難嘅部分？哦，嚟最困難嘅所在。最困難，因為侬會想講愛安尼給自己難題呢？做你的企劃。因為我上班嚟錄樣嘅時間，唔要講係講，我客家有嗰啲300年。6對300年莊頭劇嘛，有演太魯館的館嘛，我有去看啊。其實吼，唔講介紹俾我去看，總共係對8場，我6對吼，我同佢食，2個人刮菜。哦，搭場有去看。搭場有去看，像有最尾一場，因為疫情的關係吼，臨時取消，那個什麼小魚兒有，那個沒有看到，冇看到，其他搭場我哋看。哇！可能人佢感動，我睇咧感動都講，我睇拜上客家台，主持人客家用講按好，按爭按定真，我感覺我係聽唔到，我客家冇做安咯。天感動都講，我看到6對300年的莊頭劇以後，我感覺按到客家人用按到精神，盼按到嘅客家節目，按努力按打拼，按到底。有貢獻物嘅嘛，我感覺我應該做到為客家做到事情，所以呢，我決定將我寫尾好嘅那本書呢，用客話來寫，改成客語長篇小說，客家話嘅長篇小說，所以嚟最大考驗，因為講寫客家話嗰簡單，我老到嗰簡單都偏啊，結果唔咩，怪困難，原來客家話每一個字每一個句。它都有詞彙，有詞典，要印證的，不能亂寫，只能讓他們寫。嗰種路一扎去查，一扎是按照查唔出，要客話裡邊又有分北腔、南腔，又有分北部的海陸腔，南部的西安腔，又有太埔腔，這麼多腔，所以客話一扎是講法幾下種，我要去推敲，因為我下一次視線6對莊頭的舊事嘛，要以視線為主，所以又要去調整，所以呢碰到很大的難度，所以我下來的時候花了我1倍長的時間。唔過咱就會先用法語來寫，寫好嘅歌，唔過像有本吼，都係唔嘅敘述還係用法語，唔嘅對話係用客話。唔要認真看。因為這是我決定，因為我感覺我如果全部用客話，可能大家看無啦，看無，包括客家人也看無，因為佢哋啲詞哦，嗰種冇用過嘛，可能記唔得咧，所以我決定講，我都用對話嘅時節，講話嘅時用客話，按照內容的描述敘述的話用華文，安尼後大家
就很轻松的可以接受，而且我学花的部分呢，我都有注释，刮胡，错唔错，对不对？刮胡对不对？所以纵使唔学假人，也可以写。咁你写出来，也睇上本书的成就感同头前2本就跟我就冇相同，冇相同。你感觉差别心态系嘛嘅？嗰種屯起噶。因为包括內容、路屯，嘅規個成長很有連結嘛，因為萬世同年安尼，有學法唔似家嘅母語，嗰種嘅溝通怕係嗰度，溝通嗰度，尤其過程中我對我福卡人，我爸我妹我啲兄弟姊妹，其實嗰度故事中都有提到了，還有我的莊頭果樹。果樹我也把它描述出來了。本來在後台你講，俺果樹其實幾好幾講，但是呢，俺幾多安尼東西都記唔得咧，標下咧。其實俺果樹幾講幾好，所以呢，鄉長特別安排6月20日看體育場嘅座談會，座談是果樹鄉公所，邀請俺。講啊，都講頭擺喺果樹，頭擺喺總統分享。就寫出一本書，都變那講又係啲媒介做得同韓國多年介紹果樹安尼。唔係用想講嗌下日本嘅寫嘛嘅嘢嚇？唔前咩？唔前嗬，唔係咪就會馬上面到就馬上寫嘅種？咱隔天都寫，我都會寫。唔是講咩那太久，一想到嘅就像其實六隊總頭腳床，我講幾久也冇啊，就係1年嘛，係唔都寫出一本書嘅咧。所以我講時間幾重要，因為我速度用講咧，因為我講我們的生命有限啦，我哋時間有限啦，上多都做，銀行記得都記錄下來，有啲精神。我未用嘅都。睇你那唔好用寫咯，唔該寫中寫嘛寫唔出來。我相信觀眾朋友今日聽嘅皮皮貝爾嘅故事，怕咩會可以想講，家係咩去家咩來吃困啊，來吃下困啊。唔可能皮皮貝爾嘅書，都做得做一啲參考就係嘅對話呀，對我講過難，可能對客人來講，也冇講太難啊，剛才係咪對一些篇文章，偏偏嚟寫咗一本書今日非常感謝皮皮貝爾來分享，非常感謝。謝謝依龍，多謝觀眾朋友，請大家多多支持，謝謝。多謝，非常感謝觀眾朋友嘅收看，等一下聽田人先生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認證，韓國聽業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